如果你考緊一啲咧叫做咧 concept 有啲 terms 咧你唔識嘅話，其實咧就屬於咧叫做定義性評估題啦。我哋都要做兩樣嘢嘅。第一點啦，定義；第二點咧標準 definitions standard。第一個分別係啲咩咧？定義嘅話，其實我哋係喺引言嗰度去做嘅。咁而引言咧基本上咧係背就可以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落標準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就喺內文嗰度做啦。咁但係咧呢一度咧其實基本上咧冇得背嘅，反而咧各位咧就係要去諗咯噃。咁首先咧所謂嘅標準係等於你有嘅事實，再加咧你當時想寫嘅立場。咁呢個就係你當時要知道嘅 formula。咁而家大家都會考 HKDSE 啦，係嘛？HKDSE 入邊乜嘢叫做考得好係咪？咁 general 嚟講啦，如果咧喺考得好嘅引言嘅部分，其實基本上咧入到大學啦。咁我就會叫做咧考得好噶啦。咁呢個係好概括嘅講法啦，冇人覺得你入到大學係叫考得唔好噶嘛。嚟緊下個月放榜啦，有啲師兄師姐入到大學，無論可能佢入英 U 樹人定 Con U 定 CU，你都會恭喜佢啊嘛，終於入到大學啦，變成大學生啦，係咪？咁而內文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就會咧去做翻啲咩咧？咁當然我哋斷科咁計啦。可能中文嘅成績係要 level 幾，英文嘅成績係 level 幾，history 嘅成績咧係要 level 幾，如此類推。內文啦，有嘅史實同埋加立場就等於個標準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哋要回應翻咧乜嘢叫做考得好咯喎？個標準上面嚟講 history 叫做考得好嘅。假設啦 Chester 咧就塔 Q， 咁唔好彩淨係攞到個 level 5。咁我就而家咧要講咧同意係叫做考得好，做嘅立場係要答同意。咁你顯而易見啦，你就知道你 set 個標準係 level 4，係咪？然後啦，假設啦，反而我要答反對立場，但係史實係唔會轉變噶嘛，係嘛？咁如果我要反對自己係考得好嘅呢個立場，咁我咪會 set 咧就叫做咧 level 5啦。史實上面嚟講咧，標準咧你學校老師咧應該會派個表俾你嘅，現代化嘅標準，然之後我會係咁背，即可能話背咩政治現代化、經濟現代化、社會現代化。我覺得背係啱嘅，你背啲 terms，你起碼知道有啲咩用字，有啲咩 wording。但係咧實際上嚟講，你個標準可以自己去諗出嚟，而個諗嘅方向咧就係由呢個史實再加你嘅立場，然之後去推翻出嚟。